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0，诗篇28篇20安尼讲：我求求你，按你的至圣所，举手祈祷的时，求你听我恳求的声。三甲来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有大权能、阁有大气力的上帝，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。主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。主啊，你的主爱永远建立，你的信实亲像天袂动摇。主啊，你是创造甲掌管万有的上帝，天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我们因为你的名来欢喜快乐。主啊，你敢毋是对古早就存在？你是至圣，是阮的上帝，你永远袂死。主啊，愿求求你，当你的至圣所举手祈祷的时，求你听阮恳求的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